其实这6年真的算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就是6年来跟着小娟姐这样一步一步，其实我自己算是蛮幸运的，到对地方了这样。小娟姐的表情很有故事哦，为什么会有小娟姐是什么反应？那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他的前5年应该觉得日子过得很慢，我相信他现在一定觉得怎么这1年怎么这么快？尤其我觉得，真的有缺憾才会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威霆在那个淡淡的事件之后，其实让我真的觉得，等他6年是对的，威霆博弈是对的，因为他有不同的体认，他更知道什么是团队。谢谢。最后，威霆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一手或是小娟姐说的？先谢谢教练这6年来的教导，然后以及包容很多的队，那也谢谢这个球队一路上这么支持我们，然后让我们有这种舞台可以发挥。最想说的是，我其实昨天比完赛，看到了玉莲的一封讯息，说我想帮慧玉姐赢球。这句话让我觉得我在这教练生涯中做的所有的一切跟付出，我觉得都值得。那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今天其实脚是拉伤的。我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这个几度真的快哭出来，因为很多的不舍，很舍不得他在床上让自己这么努力、这么拼命，然后这么毫无保留的用尽他所有的力量去撑到这最后一秒钟。这个是我觉得小朋友们真的必须要向他学习。其实，在刚刚的毕业典礼结束之后，贝尔姐就是也深深的抱了玉莲。那时候对她说了一些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她说了什么？其实我平常对他们不会说一些比较感性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的角色真的没有办法让我在场上对他们太体贴或是太温柔。那我觉得就已经打到今天最后一场球，他等于是功成身退的概念。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很肯定他的表现。如果今天罗森在、罗平在，可能结局会不会是这样子？那我相信他的努力大家都看到了，他这么辛苦，这么坚持，那他所有表现一切真的没有，我相信现在大学生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现在这样子的表现跟位置，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辛苦了。其实玉莲，我们知道刚刚贝尔姐说了，你的身上是有伤的情况之下，你毕业生涯6年的生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带伤上阵，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来到比赛场上的？因为其实，在出发的时候，其实脚其实是一直在抽痛，昨天晚上也睡不太好，因为他一直在抽痛。可是我一直不断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坚持，因为我是今天这最后一场决赛，我一定要把胜利拿下，所以我一直靠着我的意志力。可是虽然结局不是我想要的那样，所以我也很对不起他，才很对不起慧姐。所以我，但也有慧姐在场下一直为我努力，还有学姐，才可以把这45分钟的比赛撑完。真的很谢谢他们，真的。